用，咱若车要驶路爱看好，真站的这个11点外有民众报案讲，若国道3号上北的路段有一台车拢和别人驶无共向。往这个路南一直驶差不多12公里，当时有不少驾驶人真正惊到赶紧闪，就惊讲会弄到。后来警方接到消息了呢，随即同大客路段将转线了封起来，顺利抓到这台车。这个调查驾驶表示讲，因为伊路无适，加上有可能有失地的情形，即无适宜驶去到高速公路。 一堆车在闪啊！伫咧暗时，国道3号顶所有的车拢驶真紧，不过详细甲看，哪有一台车的方向甲大家拢无共款。 其他差点就撞了。行路人拢惊甲破打，无代无志煞当着小的，闪来闪去，就惊弄起哩。伫咧昨暗时11点外，有民众报案讲，国道3号三营出口的引道上北的路段，有一台车甲人驶相对上，一路向南驶12公里。 现场民警为防止发生对撞事故，实施封闭车道管制拦截，所幸过程未发生人员受伤。 警方接到通报，随来处理先将压车的行踪，锁定桃园大客的路段，甲全线拢封起来。天色正暗，不过国道上的电火是闪袂停，拢总摆好好势，挖伫边仔，无煞位，就惊车会烧弄。 拖吊车冲很快。到11点42分，违规的车出现，2台拖吊车随甲包围，了解情形。原来这个70多岁驾驶因为甲路无熟，煞来上国道。加上嘛表示，伊敢若有小可失地，可能因为安尼来出代志。处罚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，并函送桃园地检署。不过违规，警方嘛是要依法来开单加载，无造成重大事故。嘛伫咧员警的协助之下，顺利甲人甲车送去交流道，互国道恢复正常通行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